民进党立委辛碧荣去互中国立案侦查，甚至佫甲呛讲呢，要全世界来甲伊追捕。总统赖清德是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就要出来声援。那韩国瑜是强调讲会保护每一位立委嘅权益，也要求赖总统呢就要先废除民进党台独党纲，撤回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。那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就即批讲，这韩院长不应该和破坏和平的加害者徛做伙，造成错误的国际信息。从赖清德总统点这个名，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，真的是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。何总统点名应该出来捍卫国会尊严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亲上火线来回应，针对中国下境镇压民进党立委辛碧荣，伊强调做国会大家长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个立委的权益，但伊嘛爱赖总统先废除台独党纲，而且撤回把对方看作是境外敌对势力。台湾安全最重要的4只脚：保护中华民国，保护民主自由，维护美台关系，维护两岸和平。赖总统跟民进党打断了3只脚，不要再搞恶意的政治斗争，保护好台湾的民主自由。两岸在9·2共识的基础之下，中华民国宪法规范之下，展开和平交流、和平对话。不禁要反问韩院长，对岸的飞弹、共机、共建、绕台，是来跟台湾人民说早安问候吗？今天破坏台海和平安全现况的是谁？结果呢？不去谴责加害人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嘛呼吁韩院长莫和破坏和平的加害人徛做伙，造成唔对的假国际信息。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是建议归去，互韩院长带领成立两化事务应对策小组，承担两化对话大责任。那既然行政体系没有办法，赖清德总统觉得他没办法做到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一个立法院两岸事务因应对策小组？来去因应这相关的事宜呢？我们尊重贵院的决定。过去民国89年的时候，立法院也曾经有作业的要点，但是呢，当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运作。要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两岸事务的因应小组，还是需要跨党派的一个共识。副院长江启臣表示讲，只要韩文和院长都会调集各党团来协商，展现国会团结。对中国呛声讲要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全球猎捕，辛碧荣本人讲希望中国对台威胁够伊就好，会以守护民主自由的方式，和中国莫阁恐吓台湾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